Y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op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日本白馬地區啊！我最喜愛雪場之一梅池高原滑雪場。首先呢個雪場裏邊有好多個樹林可以入噶，但係記得要攞 DBD Pass 嘅。雪道比較多元化，仲有好多各式各樣嘅道邊啊！呢啲道邊啊都係日本當地高手畫出嚟，咁跟住佢哋嘅路線畫啦，除咗一種學習嚟講，都係一種挑戰。咁仲有梅池呢度有幾個大神係我特別中意嘅，希望可以喺梅池一睹佢哋嘅風采咯。因為暖冬啊，所以當日天氣都好好，建議有滑行基礎嘅朋友可以多滑呢個道邊，或者係一啲銀冠或者爛雪，亦都係喺入樹林之前嘅熱身或者係準備啊。咁啊，適應多啲呢啲飛壓雪道之後，會對你嘅道內滑行同埋反應等控板等等都會有所提升。沉浸式滑雪。我哋而家環切 transverse 去一個樹林嘅入口，呢度有個幾得意嘅機子，好似一個小朋友玩具梯咁嘅一個機子。好啦，而家我哋進入呢一片吊椅底 chairlift 底嘅樹林。中間容易走一點，右邊樹林難走一點。中間易走啲，纜車底最易走。我知那邊。呢個吊椅底下嘅樹林算係入門嘅野雪啊！初初玩呢啲野雪小樹林啊、道外啊，可以滑下呢啲 chairlift 底下嘅樹林，當為入門。因為離雪道比較近啊，而且仲有個 chairlift 吊椅作為標誌物，可以辨別方向。相對嚟講比較安全。好舒服嘅一個下午滑行。我哋下次雪場見。